今屆嘅政府咧喺精準扶貧上面咧做咗大量嘅工作，提出啦多項具針對性嘅措施，包括共創明天、社區客廳、課後託管呢啲咧嘅措施係有效咁支援我哋嘅弱勢群體，而且能夠幫助佢哋減輕生活嘅負擔。為咗進一步提升個扶貧嘅效果，我有以下幾點嘅建議。第一，我哋要精準識別扶貧嘅對象。而家我哋要打破政府行政嘅壁壘，我哋要統整政府各部門嘅數據，甄別釋出我哋呢啲高風險嘅扶貧嘅對象，為我哋日後介入咧提供個清晰嘅目標嘅對象。第二，我哋要組織專業嘅扶貧嘅隊伍，除咗提供即時嘅支援之外咧，我哋呢個可以幫助受助者去提供佢哋嘅生活嘅規劃，領導佢嘅職業去引導。盡快咧幫助佢提升一個自力更生嘅能力。第三，我哋要幫助呢啲朋友咧去多啲嘅職業嘅培訓，作針對唔同嘅群體有唔同嘅培訓，令到佢嘅喺職場上面提高佢嘅競爭力，令到佢哋咧更容易揾到工作。第四，我哋要揾到唔同嘅企業咧，多啲提供嘅崗位去吸納呢啲受培訓嘅對象咧，去加入去佢哋嘅行列，令到佢哋嘅收入增加，而減輕佢生活負擔。第五咧，我哋要增加佢哋減輕佢哋嘅生活嘅負擔，包括設立兒童醫療券，甚至咧加快呢啲對象咧上樓嘅機會，令到減輕佢生活嘅負擔咧，而且仲可以佢哋可以有更好嘅生活。